毛泽东、周恩来和朱德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中国政坛的三巨头，都在1976年去世。三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了一生，但是他们在去世时都没有一处房产，没有一块田地，也没有一家工厂和企业，也没有其他金银财宝，只有一点经过几十年省吃俭用的工资积余。那么他们谁的积余最多，谁又最少呢？积余最多的是朱德委员长。据他的夫人康克清回忆，丧事之后，遵照朱老总生前的意愿，我把他历年积存的2万元银行存款交给党组织，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的党费。也就是说，朱德生前有2万元存款，但最后他没留给自己的夫人，也没留给孙子，而是全部献给了党。其二是周恩来总理。周恩来是三人最先去世的，他在银行没有户头，也无存款，他的工资平时是由身边的工作人员领取和开销的。在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后，工作人员对他生前的账目进行了一次清算，清算结果为周恩来临终时尚存5709.80元余款。这笔钱工作人员随后交给了他的夫人邓颖超。1992年7月，邓颖超去世。按照他生前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的遗嘱，他和周恩来当初积余的钱一共11146.95元，全部由工作人员为他交了党费。积余最少的是人民领袖毛主席。毛主席在1976年9月最后一个去世的，他去世时有多少积余款呢？毛泽东也在银行没有户头，谈不上存款，他的工资也是由身边的工作人员领取和开支。据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，他在临终前只剩下500多块钱，这就是毛泽东的全部积蓄。2019年7月是建党98周年，同时也是三大伟人逝世43周年。如果三大伟人也是您最敬佩的人，恳请大家在8月1日建军节之前转发超过1000万人，纪念一下三大伟人。1分钟内转发，7月就开始顺了。感恩感德，三大伟人的神奇不得不信，没有三大伟人就没有新中国。希望您是第一个为三大伟人转发纪念的人。观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选择公众号，输入 JX6929，搜索后选择图片上这个，再点击关注就可以了。别忘了是搜索 JX6929。